在血庄悍刀行当中，北莽女帝是整个天下权势最大的人之一，她带领着北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，有了问鼎中原的资本。这样的一位奇女子，竟然也是一个爱而不得的痴情人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北莽女帝和徐骁之间的故事。北莽女帝姓慕容，因此又被称为慕容女帝。慕容女帝曾在年轻的时候游历过黎阳，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她遇见了还是兵痞的徐骁。用徐骁的话来说，当时还是慕容姑娘的女帝，哭着闹着问她要烧饼吃，就这样和徐骁认识了。初见的时候，慕容姑娘就喜欢上了这个并不出众的兵痞。初出茅庐的她整日跟在徐骁的后面，眼神中透露出最直接的爱慕，可能这就是草原女子的豪放。当时的徐骁还不是如今威名赫赫的北凉王，那时候他的一张嘴要比他的身手要厉害很多呀，骂人的时候100句都不带重样的。偏偏就是这样的粗俗俘获了慕容姑娘的心。两人同行的那段日子里，徐骁经常叫她慕容，喜欢朝着她做鬼脸儿。打闹之间，让慕容对于徐骁的爱慕越来越深。只可惜落花有情，流水无意，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慕容到了要返回北莽的日子里，分别的时候，两人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。徐骁用尽积蓄，花了20两银子买了一件裘子，将它送给了慕容后转身离去。慕容也和他一样转身离去，只不过在离去的过程中，他回头了2次，而2次看到的都是徐骁的背影。因为事不过三，他没有再回头。后来过去了多年，早已是女帝的慕容姑娘回忆起当时的情况，总是在想，要是自己当时再回头一次，是不是就能看见这个辽东兵痞朝着自己做鬼脸了。北莽女帝年轻时曾和徐骁有过一段故事，她一直披着的那件裘子也是徐骁送给她的。那么徐骁对这位女帝是否有感情呢？两人自那次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。慕容回到北莽后，成为了当时北莽的皇后，在这以后，北莽的庙堂上就成了她的一枝独秀。关于她如何登上皇位，原著并没有写，不过料想她的手段和谋略应该和历史上的武则天一样，以女子之身登上皇位，足以看出她的出色。当初的慕容姑娘成为了北莽朝廷权倾天下的女帝，而这边的辽东兵痞则是在春秋大战当中横扫6国，灭了中原正统的大楚，帮助黎阳王朝定鼎中原，成了攻无可封的北凉王。封王北凉的徐骁带着30万铁骑和北莽对峙，北莽北凉对峙了20多年。慕容女帝和徐骁不曾见面，不过女帝曾让使者捎话给徐骁，说只要徐骁愿意，自己可妻徐，两人共治天下，北莽和黎阳都将是徐骁的。不过被徐骁给拒绝了，将来时斩掉，并且捎信儿回去说，就算是北莽女帝给他当奴隶，他都嫌老。可以说这对于女帝极其的羞辱了。但就是这样，女帝没有动怒，反而是一笑了之。北莽的群臣怒骂徐瘸子不知好歹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他徐骁不配。的确，这整个天下也就是这位北凉王能够配得上女帝。而等到两人时隔几十年再度见面的时候，已经是此生的最后一面。北莽女帝曾言，徐骁一日不死，朕一日不南下。寡人最看不得英雄迟暮。徐凤年世袭莽替后，徐骁最后一次大阅兵，而这一次阅兵后，徐骁和女帝见面了。当时的女帝知道徐骁命不久矣，这一次相见后即是永别。那一天已是北凉王的徐凤年驾着马车行走在风雪中，车中坐的是一位即将油尽灯枯的老兵痞，而另一边北莽军神拓跋菩萨驾车，车中坐的是已经垂垂老矣的慕容姑娘。时隔几十年，两人终于再见了。短暂的会晤，女帝直言徐骁死后，自己就要南下进攻中原，先将徐骁的北凉打残，最后将战火烧到泰安城，将那个一直让徐骁不痛快的泰安城给烧了，就当是给徐骁上香了。下完战书，各自交代完事情后，分别之际，女帝问出了那句话：如果当时两人分别时，自己再度回头看的话，是否就能看到徐骁对自己做鬼脸了？徐骁只是回了一句不会。会晤结束，女帝和当年一样，静静地看着载着徐骁的马车越来越远。已是老妪的她双手捧面，身旁的拓跋菩萨看不清她的表情，满面风雪的呜咽如同女子的哭泣声。徐骁回去后和徐凤年说，他这一辈子只爱过他娘吴素一个人，而女帝也如同他约定好的那样，在徐骁死后举国南下进攻北凉。只不过他没能和他所说的那样将火烧到泰安城，他也没能看到这场大战最后的结果。徐骁死后没多久，这位权倾天下的女帝去世了，死前依旧是裹着徐骁送给她的那件裘衣，安详地睡了过去。